所以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这波斯湾地区小连续落几日天的大雨，因为当地大部分的时间拢无伫咧落雨，向向落一阵来，煞造成淹水。这杜拜12点钟内呢，就落一年雨水量，也造成这交通是大拍角。也来讲到阿曼是山内面做大水，上无有18人死亡。另外，中美洲的墨西哥4月就出现烧风，首都上界高温出现34度字。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人口上济城市杜拜，16向向落大水雨，因为杜拜无常态性降雨，车路欠缺排水的设施，地区真侪车拢浸伫水底，嘛互路面的交通大塞车。根据天气监测站的资料，杜拜伫16迄天12点钟内就落超过120毫米的雨量，差不多规年的降雨量。也若杜拜国际机场的停机坪嘛差不多去大水淹去，所以取消超过50个航班。当地政府嘛宣布。16所有政府机构甲学校拢改做远端办公甲教学。阿曼空军出动直升机协助斗救受困的几10个民众。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落大水雨的前几天，阿曼为14就开始出现雷公4呐透风落雨，地区北部甲东部几个所在山顶变大水，造成至少18个人死亡，其中包括10个10岁至15岁学生。所以阿曼伫15甲大部分所在学校关起来。真侪条车路嘛，因为安尼封起来，也若阿萨基亚省嘛做大水，为15到今，搜救行动要持续咧进行。即个风暴嘛，伫15暗时啊，影响附近其他外海的国家，包括巴林、首都贝兰马的车路嘛，去大水淹去，水有甲半个链的悬度，车都爱伫水底咧驶。也若伫中美洲，就算目前还是春天，毋过因为小影侵蚀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上悬温降到摄氏34度2。泡泡国家气象局塔科巴阿天文台伫1998年4月份上悬气温的记录。Es una exageración de calor, la verdad. Creo que tratamos de salir lo menos posible. Por eso yo que estoy en el comercio, tratamos de estar lo máximo que se puede en la sombra. Aunque pues ahora sí que la utilidad que tengo es acarrear, bajar, subir. Y pues sí es estar fatigados con el calor, tomar bastante agua, hidratarte lo más que se puede. 墨西哥国家水源委员会甲气候变迁研究员拢表示，小影恐惊会互墨西哥其他的州温度超过摄氏45度。有专家指出，全球的气温持续加悬，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人为制造排放的温室气体，加上今年拄好拄到圣婴年，地区东部太平洋的海水温度加悬。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